自2024年11月27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想述话语和安慰的主。咱做来听读圣经耶利米书第10章第1节到11章第1节。塞勒斯做波斯皇帝第3年，互人叫做伯特沙撒的但以理得到启示。迄个启示是真实的，是有关一个大战争。但以理知影这个启示的意思，嘛了解这个意象。迄时我但以理忧伤3礼拜，伫这中间我无食好食的物件，无食肉，无啉酒，嘛无用油抹身躯。正月24，我伫底格里斯大河边，抬头一个看到一个人穿油麻布质的衫，下乌发纯金做的腰带，伊的身躯亲像青玉，面貌亲像细蜡，目睭亲像火焰，手甲骹光甲亲像磨光的铜，讲话的声亲像规阵人在发的声。这个异象只有我但以理看见，甲我做伙的人无一个有看见。毋过因拢非常惊吓，走去密。剩我一个伫遐，我看见这个大的异象，就规身躯无力，面失色，连一丝仔气力都无。我听见伊讲话的声，我一个听见就趴落去，面往涂骹，失去意识。忽然有一只手甲我摸，互我用脚头污甲手底仔吐伫涂骹，身躯还在颤。伊对我讲：“得到上帝疼痛的但以理，你着明白我对你讲的话，你徛起来。我现在互上帝差遣来你遮。”伊在讲的时，我徛起来，身躯皮皮颤。伊阁甲我讲：“但以理，毋免惊，你对头一日起就决心要了解这个异象，伫你的上帝面前谦卑。伊有听你的祈祷，我就是为着你的祈祷来的。毋过，波斯国的守护天使甲我挡伫波斯的领袖遐21日。后来，天使长中间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。现在我来是要互你明白你的同胞以后会拄到的事，这是关系要来的时期的异象。伊对我讲这话的时，我面往涂骹，无法度讲话。忽然有一个看起来亲像人的来摸我的喙唇，我就开喙对迄个徛伫我面前的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我因为这个异象，心内忧伤痛苦，规身躯无力。我是主的仆人，我哪会堪得甲我的主讲话？现在我规身躯无力，徛袂牢，戆要袂喘气。”迄个看起来亲像人的，搁甲我摸，互我有气力。伊讲：“毋免惊，你是上帝所疼的，愿你平安，你着坚强，搁再坚强。”伊一对我讲话，我就恢复气力。我讲：“我的主，请你继续对我讲话，你已经互我坚强起来啦。”伊就讲：“你已经知我是安怎来你遮，现在我要倒去甲波斯的守护天使交战，你着知，我去了后，希腊的守护天使就会来。毋过，我要将真理的册记录的事甲你讲。以色列的守护天使米迦勒以外，
无一个会当帮助我抵抗因。迄个看起来亲像人个，佮讲，米底亚的大流士做王元年，我有起来协助米迦勒，互伊坚强。想使话语和安慰的主。假使你只有剩一工通活，你打算要做甚物？检采有人会讲，我一世人都无甚物大的成就，只有剩一日通活，阁会当做甚物咧？但是伫各各他迄位十字架顶的强盗，把握最后的时刻做正确选择，主耶稣就应允伊，进到乐园，因为安尼遵行上主旨意上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尽管伫恶劣环境中，上主犹原用慈爱来安慰敬畏伊的忠心仆人，搁借着伊的仆人来安慰迄一代的忠实信徒。无论是伫过去撰写圣经的，也是现在伫阅读圣经的咱，拢是安尼。虽然但以理和以色列百姓登陆时拄着苦难、败铁和压迫，但是伊知影上主伟大的救恩即将来临，所以深深对伊的话语得到鼓励。上主借着预言启示未来，目的是要安慰和鼓励苦难中的忠实信徒。但以理伫这段悲伤的期间祈祷，祈求会当明白将来的事。伊刻苦家己，为着对上主遐听到特别的话。后来，但以理伫大河边看到一个异象，搁听见大响声，这奇异的景象，互伊浑身无力，趴败在地。对经文来看，伫但以理面前迄位身体发光的人，真有可能是上主本身。后来有天使来传达上主的话，互失去气力的但以理得到鼓励。俗世的咱所面对的患难也是挑战，常常是来自人间的征战。这个时阵，咱因为征战激烈，失去盼望。不过，但以理书互咱看见，除了俗世的征战，也有背后的灵界征战。上主的话语是咱伫患难中的安慰和帮助。亲像以色列人同款，基督徒也爱征战，但是咱必须承认，只有上主使用咱，咱才会得到胜利。因为安尼，咱爱穿上帝所赐全副的属灵军装，才当得到徛在稳固的力量。因为咱也毋是用真实的兵器在征战，是用福音真理来征战。所以，上帝的话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伫真侪征战中，基督徒也爱面对家己内心甲撒旦的征战，这是灵命成长的必要经历。对终极意义来讲，上主会对付甲咱征战的对象。换一句话讲，伫咱内心真实进行的灵界征战，也是上主和撒旦之间的征战。生活就是一场的征战。咱身为上主的子民，毋是家己在征战，是主耶稣为着咱征战。搁伊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割活，已经诚侪战胜死亡关系的记号。我靠主耶稣甲伊的话语，会互咱全然得胜。因着上主的同在和伊的话语，会互咱的心灵得到刚强。默想有倒一寡经文带互我力量、安慰和平安。试看，甲这个经文和经验，甲周围有需要的朋友，也是同伴分享，
做伙感受上帝话语所带来的力量甲安慰。有倒一寡经文带予我力量、安慰和平安？试看，甲这个经文和经验，甲周围有需要的朋友，也是同伴分享，做伙感受上帝话语所带来的力量甲安慰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伫我软弱的时阵，用各种方式来安慰扶持我，特别是用你的话语，互我刚强。我愿意诚侪分享你话语的器皿，带领别人做伙领受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